日本嘅中電即係尾班車，堪稱打工人嘅生存考驗。好似喺東京、大阪呢啲大城市，每晚嘅12點左右，喺一啲鬧市啊同埋商業中心嘅車站啦，有啲人突然好似劉翔附體咁樣一路狂奔。而萬一你一個唔小心錯過咗尾班車，咁就恭喜晒你！今晚咧亦都會有同你一樣錯過尾班車嘅女士同你共度今宵，簡稱中電圖。諗壞你啊！今晚唔使瞓街就已經偷笑。東京嘅地鐵同埋電車咧，一般會喺凌晨嘅12點到12點半之間發出最後一班。而比較偏遠啊，或者係一啲衛星城市嘅話咧，比如其他私鐵線路，可能晚上11點半就會發出尾班車。咁萬一我哋唔小心錯過咗中電，咁應該點算呢？ DVD 鑑賞，去過日本嘅朋友都知道，日本嘅住宿啦係超級貴，尤其咧好似東京呢種大城市，節假日嘅膠囊酒店咧都可以飆到去7到8千yen，甚至更高。如果咧你唔係提前 book 好房，分分鐘今晚準備瞓街，你出街瞓！咁呢個日本嘅 DVD 鑑賞呢，就唔同我哋以前國內2蚊1個鐘齋睇電影嘅錄像廳咁簡單。你喺度瞓覺、沖涼、洗衫、買嘢食、睇漫畫書都一應俱全。當然，我哋呢啲紳士們，講錯係你哋呢啲紳士們入到嚟呢，自然少唔到你哋最中意嘅日本愛情動作電影。無論係最經典、最新、最 hit 嘅呢一度，全部都可以盡可能滿足到你哋。OK， 咁我講一下具體流程。去到櫃台咧，你就攞好你個籃，然後咧揀好你想睇嘅嗰6隻碟就得啦。離店前你都可以自由換碟。至於房間選擇嘅話咧，店員亦都會問你想瞓定係想坐，呢個就你自己選擇。即係我咧就見到有啲人咧係可以揀到嗰啲即係正常少少嘅電影嘅，就唔係話冚唪唥都係死仔。唉，終於見到啲正常啲嘅嘢啦！人氣女優，居然係一個 AI， 你哋有冇睇過啊？6號房。成個空間咧大致上就係咁嘅，我轉個圈俾大家睇下先啦。一張沙發連帶床咁嘅嘢，然之後咧呢個係垃圾桶啦，同埋一個好大嘅 mon，亦都可以作為電腦使用嘅。咁隔離咧就一台 Sony 嘅 DVD 機啦，叉電口亦都必不可少嘅。上邊咧就俾你攞嚟晾住啲行李嘅。當然啦，點可以少得紙巾呢樣嘢咧 ？OK， 咁我分享一下我揀咗啲咩電影先啦。呢個叫咩啊？叫做好似叫小花戀係咪啊？呢個咩啊？叫睇下先。哦，深入巷子、水川潤、新川真係咪啊？即係佢都幾貼心下嘅喎，即係佢驚你肥到周圍都係，佢係俾埋個 condom 俾你嘅。我仲有呢啲咁嘅濕紙巾咧，少唔到啊呢啲。好，呢邊我講一下價格先。我揀嘅呢間 DVD 鑑賞叫做金太郎，喺全日本都有好多分店。而佢嘅價錢咧，我見就唔係咁統一，但相差咧佢唔會太大。一般12個鐘大約係3000 yen 左右，即係人仔150蚊。嚟到 DVD 鑑賞咧，最好睇嘅其實唔係成人電影，梗係動畫片啦，係咪啊？你哋唔係覺得頭先嗰啲咁嘅四仔我真係有睇啊嘛？我真係冇睇過。總之呢度嘅 DVD 鑑賞咧，就同你哋平時去嘅嗰啲網吧咧大差不差嘅，起碼你就唔使話要瞓街啊、瞓公園啊，咁樣露宿街頭係咪先？特別而家天頭好凍㗎喎。
嗱，2個鐘合計消費一共1240 yen，即係圍起人仔大概係60蚊左右。日落前嘅東京可謂係光鮮亮麗、高樓林立，係一副繁華都市嘅形象，亦都係全亞洲第一大城市。彷彿呢一切都係咁井然有序，令人向往。但係到咗夜晚喺富都心，即係新宿、涉谷、池袋呢啲地方，就睇到唔少露宿街頭嘅人，蜷縮喺便利店門口或者係地鐵站嘅某個角落。另一邊仲有飲到酩酊大醉嘅人，連東南西北都分唔清。喺 IG 就有某位國外大臣專門分享一啲喺日本當地嘅醉漢同埋露宿者，佢哋嘅行為雖然奇葩怪異，但起碼誰之不失優雅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入去佢主頁度睇下，保證令你大開眼界。呢啲場景同朝頭早嘅光鮮形成強烈反差，亦都等我哋睇到呢座城市紙醉金迷背後更為真實嘅一面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咧嚟到下一個選項，就係卡拉 OK。嚟到呢度，無論你唱到幾咁難聽，走晒音，你都唔會覺得自己社死，因為呢度嘅隔音真係做得太好。嗱，唔係我鳩噏，日本嘅 KTV 包間唔單止可以用嚟唱 K， 而且佢仲係個自修室。以上呢啲就係網民喺卡拉 OK 入邊溫書同埋做功課嘅分享。我開頭都覺得好誇張，甚至係迷之操作。但當我嚟到之後呢，發現佢哋講嘅完全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至於飲品同埋食物嘅話，就同國內差唔多，飲品免費，食嘢嘅話就需要另外落單。嗱，好似呢啲咁嘅章魚燒啊、咩炸雞啊、甜品，通通都有嘅。好啦，講一下大家最關心嘅歌曲種類。你以為嚟到日本嘅 KTV 就只係得日文歌 ？No， 人哋好貼心，國語、粵語都幫你安排好晒。但係我發現好似調唔到原唱，可能係版權嘅問題。但如果你日文比較好嘅話呢，上面都為你標注埋假名嘅讀音。這陷阱，這陷阱，這陷阱，騙我如想。嗱，講真啦，我覺得咧呢度嘅中文歌咧都算係叫做比較多嘅。第一位啦係大家嘅女神啊，鄧麗君啊，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錯過咗尾班車嘅話咧，嚟卡拉 OK 都叫做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即係叫做俾你打發下時間啊，消磨下時間，等到初電嘅時候咧，你再翻去咯。OK， 咁咧唱咗2個鐘啦，咁合計消費咧就係2600 yen。週末嘅話咧係貴少少嘅，冇乜辦法。咁如果你硬係要扭計要翻屋企嘅話咧，其實都唔係冇計嘅，踩轆啦。相信以前有唔少朋友嚟日本旅遊，喐唔喐每日都要行2到3萬步，甚至更多。你諗住 call 的士 ？No， 發現自己冇日本電話，連 app 都註冊唔到，重點係好貴。我舉個例子，池袋去川崎，全程28公里，成為14000幾 yen。你一個唔小心，分分鐘打飛機，係打張飛機票出嚟，冇錯啊，係飛機票啊！我哋國內有黃車同藍車，而日本呢邊有 Loop。關鍵係我哋作為外國人都可以做到。咁我講下點樣用呢部車先，因為佢嘅使用方法同國內好多地方都唔一樣。首先，我建議大家嚟日本之前下載好 Loop 呢個 app 先，註冊好，國內嘅電話都可以收到驗證碼，登記好你嘅護照信息，然後綁好你張 Visa 或者 Master。如果冇信用卡嘅話呢，可以喺網上申請一張野卡，好簡單，幾分鐘就搞掂。具體我會放喺描述欄下邊。如果有邀請碼嘅話，仲可以免費踩30分鐘。OK， 回到正題，我講下到底有啲咩唔一樣先。咁呢個 app 佢只有日文同埋英文，你睇得明邊個你就揀就係啦。而 Loop 一般就分腳踏同埋自己踩，呢個就睇你自己點樣揀。仲有就係做題考試，呢個冇計，
入鄉隨俗，冚唪唥雞腸睇唔明唔緊要，答案自己揾下。當然我唔係提倡大家出貓，唔識做都好，大家起碼可以睇一下題目。最重要嘅細節係大家踩住佢嘅話，經過人行斑馬線，記得一定要推車，以及人行道都記得一定要推車，除非你係見到呢個 logo， 然後可以撳呢個6km 繼續踩過去。還車嘅話就同國內一樣，要求到指定嘅還車點還車，只係多咗一個影相嘅步驟。呢度仲有啲我個人整理嘅小細節，如果有需要嘅話記得截圖。而收費方面，低消50 yen， 每10分鐘85 yen， 折合人仔大概係7蚊左右。需要注意嘅係，臨時停車都會納入租借時間，異地還車就要支付違約金。最後係提醒大家安全駕駛，遵守當地交通規則，千祈唔好好似呢條片嘅女士咁黑仔，炒到牙都崩埋。你隻牙去咗邊啊？順帶一問，工程叔叔係咁問我帶錯括，但係我唔帶錯括，應該點樣答佢？好彩止血後發現淨係爛咗牙橋。夜色仲未散盡，有人迎住晨光出發，亦有人帶住琴晚嘅夢返屋企。而初電已經載住疲倦同埋希望緩緩啟程。喺呢座北面城市，每一個早起嘅人都喺度為夢想加速。東京又開始新嘅一日。OK， 咁今晚呢一個錯過尾班車分享就到此為止。天光啦，我都要翻去瞓覺。咁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都係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。下次見，拜拜。